落地70萬買一台手動擋嘅 JDM 情懷跑車，你又願唔願意呢？2022年全新日產 400Z 登場，捨去咗淑女之名，並重新命名為 Nissan Jetto。車頭採用第一代 S30 相似嘅進氣口，車尾參考咗 G32嘅設計，似乎想通過呢種復古嘅外形嚟致敬經典。不過我覺得不好看。當然蘿蔔青菜各有所愛啦，大家都可以喺評論區留低你對呢台車嘅外觀睇法。動力方面放棄咗 G 系列一貫堅持嘅自然吸氣，改成咗一粒3.0升雙渦輪 V6 發動機。可爆發400匹左右嘅馬力，0-100加速僅需4秒，睇上去仲算可以。不過呢一代卻受到好多車迷嘅批評，原因就係等咗13年咁耐，呢一代嘅按摩支底盤同懸掛竟然係用翻上一代 370Z 嘅，所以呢一代嘅代號並唔係 G35，而係 RG34。雖然佢哋號稱400Z 已經做咗好多零部件嘅強化，但係根據好多車評人嘅講法，駕駛感受幾乎一樣。剎車系統方面冇剎車通風，低配版只同你配一隻細卡鉗，落賽度可以講係完全唔夠用。而最重要且不得不吐槽嘅係400Z搭載嘅呢一粒引擎，其實早就已經出現喺2016年發布嘅 Infiniti Q5 嘅紅色運動400身上，所以等咗咁耐，等嚟咁少嘅改動，真係好難令人唔失望啊！不過值得欣慰嘅係400Z依然秉承住 Fair Lady Z 嘅精神，雙門後驅高排量嘅 V6 引擎，雙渦輪嘅到嚟更係為後期提升動力帶嚟便捷，所以呢一代主打情懷嘅 JDM 跑車又有幾多人願意埋單呢？